有一个去宜兰佚佗的查某人哦，才被早起伫头城海边啊，和一个桥头摆的查甫人蒙胸砍骗蛇，伊随去报案，这查甫人搁伫附近咧乱蛇，警方嘛已经甲人上班咯。一个查某人伫头城大溪海边的脚踏车道带狗在散步，所有一个查某人徛倒摆伫车道，想要找机会甲蒙胸砍。查某人是随报警察，而且摕手机录影，但是查某人嘛是无爱走，想要讲骗蛇。警察到场时甲调查。警察伫盘查了后，通知涉案的姓陈的查某人到案。伊讲伊敢若是伫附近买物件尔。受害的查某人拄对国外返来台湾，到头城去观光，拄着即种代志，想起来嘛是阁真惊。伊讲后壁伊敢若是看到乌托邦经过，伊就会惊，心理压力是真大。但是发去网络，伊发现讲家己毋是第一个受害者，查某人随机锁定女性，嘛请游客啊加注意。我心理上压力蛮大的，因为只要后面可能旁边有机车经过。我就会开始变得很紧张，然后我身体会不自主的就缩起来了。谢谢。买防狼喷剂，不要单独出去。头城大溪脚踏车道沿海边啊，风景是真水，附近阁有真侪真有气氛的咖啡厅，游客真侪。有人认为讲查某人行为真可恶，去遐佚佗袂一个人。骑乘机车经过，意图触碰其胸部，报案人立即闪躲，为人遭触碰手臂，令其身体隐私受有冒犯。至本案局提出性骚扰申诉。警方讲，这受害查某人防攻击的时阵，虽然是水闪，但是嘛，防摸到手骨，身体的温湿受到冒犯，向警方提出性骚扰的申诉。专案受理了后，顺续通知行为人，姓陈的查甫人到案说明。专案照性骚扰防治法规定，请社会出来审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